正經星期六，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，主持蔡文堅、羅輝。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人及個別被訪者個人意見。早晨，羅輝又係你咯，今朝啊，新年快樂啊，大家！新年快樂，大家咁話啦嚇。咁啊，但係即係大家新一年咧就希望話即係安安樂樂咁樣啦。咁但係好多老人家咧就過得好似唔係好安樂咁，所以今朝我哋請嚟三位嘉賓咧講下呢個問題啊。係咁啊，坐咗喺直播室裏邊咧，三位嘉賓咧分別咧就係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係梁智鴻啦，早晨梁醫生。早晨，醫生。新年進步啊，各位！大家都要進步啊，最緊要。最緊要一樣嘢，身體健康啲。冇錯嚇。咁啊，安老服務協會嘅副主席咧就係陳志玉先生嘅，早晨陳生。早晨。咁另外咧就係長者家安老服務研究社嘅主任咧歐兆倫嘅。早晨。早晨啦。咁啊，三位嘉賓喺度啦。咁頭先阿羅輝都講咗啦，我哋今日都預告咗話，將會係講啲老人家嘅問題啦。咁因為咧喺4日前呢，就粉嶺裁判處咧就判咗單個案呢，就係話有個就係護老院嘅護理主任咧、護理員呢，就因為咧就係虐待啲長者，甚至乎話逼佢食屎咁樣，結果咧就係話俾個官鬧佢就必遭天譴，咁而且咧就係判咗佢入獄半年，仲要罰3000蚊呢，係要賠償俾阿婆婆嘅咁。咁其實呢一單咁嘅新聞呢，就對於好多人嚟講都其實都感到呢有啲嘩然嘅嚇，竟然啲護理員啊即係竟然咁樣去對啲婆婆嘅咁。咁但係大家有陣時咧就調翻轉頭睇啦，哇！香港咁多護理院同埋咧就係嗰個安老問題都咁嚴重嘅時候咧，梁醫生其實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冰山一角嘅啫？嗱，我覺得咧就即係作為自己係個老人家嚇，虐待老人家係絕對不能容忍嘅。係，其實虐待任何人都不能忍嚇，尤其老人家大家都知道老人家喺香港以前係做咗好多功夫，今日香港有咁嘅成就，同我哋啲長者好大關係。呢件事件其實有兩方面睇。第一樣嘢咧，我好相信呢個只係一個個別事件。我呢幾年做咗我哋常委會主席咧，都有機會去睇好多嘅院舍。大部分院舍都係對長者係有佢哋一個既定嘅，而係佢哋嘅原則上嘅服務。咁我好相信大部分嘅院舍同埋大部分服務長者咧，都係用個心嚟做嘅。咁第二樣反映到咧，就係其實香港而家都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咧，就係其實服務長者嘅人手咧係確係短缺好緊要。我同好多院舍嘅負責人傾過，我亦都知道請一個喺院舍服務人係一個相當難，唔係淨係錢嘅問題，個問題就係冇得選擇。佢想去揀一個好嘅，佢質素係更加好嘅，唔係咁易請得到。大家譬如我哋知道，譬如呢個護理嘅人手，護士其實醫院嘅護士都爭，公營醫院嘅護士都爭都成千個。咁點樣可以俾到出嚟院舍嗰方面有咧？咁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。嗱，呢幾年政府都比較上開放咗啦，就係話再推動培訓呢啲所謂登記嘅護士，咁舒緩咗好多院舍同好多志願機構一啲嘅短缺嘅問題嘅。咁但係都係唔夠嘅。唔好唔記得，其實喺院舍服務咗一個護老者咧，唔係一件易做嘅事。好多年青人覺得，哇！呢個都係某種程度都係一個厭惡嘅行業。咁點樣去令到佢哋真係有興趣咧？咁其實呢個我哋都係要研究嘅問題。仲有一樣要睇下咧，就係香港好怪，香港嘅長者住喺院舍嘅百分比係高過全世界嘅。咁呢個係點解咧？全世界嘅長者，香港嘅長者都係一樣咧，就係我都好希望喺屋企同我啲仔女孫兒一齊享受我嘅黃金歲月。但係有咁多人住院舍，咁點解咧？點樣令到呢個可以推動到一個所謂居家安老咧？其實都係安老社會如果希望做到嘅嘢，嚟減低院舍嘅壓力咯。咁始終調翻轉頭嚟講，個問題就係話，如果啲院舍咁難請啲護理員嘅，咁想請教下即係阿陳生咧，陳卓先生咧就係咁既然係咁難請嘅，咁點解仲咁多人開咁多院舍咧？咁係咪因為呢個門生意太好賺啦，太容易揾到啲客翻嚟啦？咁又政府又有津貼，嗱譬如話呢一間南方護老院咁樣啦，即係粉嶺嗰間出事嗰間咧，咁佢都有成200幾個位咧，就係政府買位嘅。
咁即係差唔多保證咗佢一部分嘅收入㗎啦，係咪因為咁樣好即係容易話賺到錢，所以咧你哋因為啲院舍就唔理啦，照開先，夠唔夠人都開先咁咧？甚至可能都要申報下利益先，因為南方都係佢哋嘅會員嚟㗎。係，我諗私院嗰個發展嚟講咧，的而且確喺過去10年咧，嗰個數量方面嘅發展係相當快嘅。即係我記得喺10年前，應該香港私營安老院嗰個宿位係大概25,000個度，去到今時今日，其實嗰個宿位嗰個供應量咧已經去到52,000幾個，即係佔緊香港安老院舍嗰個宿位嘅供應量去到71%。咁私院嗰個服務嘅發展咁快嘅話呢，其實我哋睇翻佢有少少歷史嘅背景呢，就喺過去嘅幾十年入邊呢，因為喺資助宿位方面嗰個供應量係供不應求嘅，長者係需要輪候好長嘅時間先至可以輪候到一個資助宿位，咁所以因為咁樣呢，令到私營嘅市場呢係有一個發展嘅空間，即係去拓展呢個私營市場嘅服務。咁而最主要嚟講呢，睇翻香港個人口老化啦，我哋睇得到其實每一年長者需要長期護理服務嗰個人數呢，都係持續咁樣去增加。尤其我哋睇到好多嘅長者，其實佢原本係冇諗住入住安老院舍嘅，但係往往係因為健康方面呢，突然間出現一啲好大嘅變化，譬如中風咁樣。咁返到屋企之後呢，佢冇辦法可以即係家庭可以提供到一個24小時嘅護理嘅照顧，咁所以變成嚟講呢，佢哋就唯一嘅選擇呢，就係入住呢個私營嘅院舍。咁當然喺翻即係私營嘅院舍入邊呢，過往發展入邊呢，其實雖然嗰個數量係供應量係增加啦，但係實際上邊目前嗰個私營嘅市場其實院舍個入住率咧大概都係70%到嘅啫。咁如果70平均嘅入住率，你話嗰個經營者係咪可以即係賺取好多嘅利潤呢？呢個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心中有數。經營上邊咧其實係面對一定嘅困難，尤其係80%嘅長者入住私院呢，佢哋係攞緊一個政府嘅綜援，利用呢個綜援金去支付呢個長期護理服務嗰個住宿嗰個費用。咁呢個嚟講呢，其實對於綜援制度對於私院去發展一個優質嘅服務嚟講呢，係有好大嘅局限喺資源上邊，因為佢係一個固定嘅金額。但係我又唔好同意啊，陳生，因為如果你話局限嘅話，咁你哋唔好做咯。即係政府買位嗰啲原機，即係既然你認為個人工個即係個錢係咁金額咁低，咁你已經講話即係4000蚊到一個長者咁。既然咁低嘅話，唔好做，點解要一窩蜂地大家開啫？嗱，頭先你講緊話好多私人嘅安老院呢，都仍然係即係人手唔夠嘅，或者佢宿位咧本身咧就係即係未滿嘅，得7成8成嘅佔有即係入住率嘅啫。咁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就係你哋太急啊，一窩蜂就開得太多啫嘛，係咪咧？我諗私人市場嗰個發展嚟講係要睇翻社會上邊嘅供求。即係如果譬如嗰個供求問題，即係譬如我睇翻其他嘅行業啦，飲食行業啦，即係百花齊放，亦都有唔少嘅飲食行業可能經營困難會執笠咁樣。私人院舍同樣都係嘅，對於一個投資者嚟講呢，或者係可能佢本身既係投資者又係一個經營者，佢都係諗住一份比較穩定嘅工作。喺院舍入邊佢未必有好大嘅競爭力，但喺院舍入邊呢，對佢嚟講一份即係穩定嘅工作。咁呢個都我相信社會上邊都會有一啲人係願意去即係投入呢個行業。